今年聖誕4日假，冇咩 plan 就即興列咗個超級 hea 嘅珠海、澳門2日1夜。第一日12點先拖住行李出門口，行港珠澳大橋過珠海，點知假日人流超多，4點先去到，過咗關即刻 call 車去酒店 check in。今次入住全季酒店，房間超新超大，有巨型台可以叫外賣慢慢食，乾濕分離嘅大企缸 ，TVB 任睇，風筒超猛。上面有4支水，雪櫃又有4支水。肚餓到暈，即刻衝去北山大院。呢度係舊村變新文創園，好多靚嘅小店加打卡位，聽講唔少香港人過嚟創業添。食咗口味牛舌店嘅2人套餐，燒牛舌加紅酒慢煮牛舌，牛舌超嫩超腍，調味啱晒，5分，我俾4.5。之後試咗間出名嘅甜品豬籠入水，點知除咗個抹茶布丁，其他都一般般，勉強俾2分。附近仲有個華發商場，行下買杯廢水，去個廁所都得。夜晚嘅重頭戲嚟啦，下灣夜市9點半先開檔，我哋早少少到，親眼睇到佢2分鐘變成超級熱鬧。我哋試咗燒生蠔15蚊嘅牛肉串、鍋巴蝦滑，最後食個香蕉芝士飛餅完美收尾。俾個小貼士，見到多人就落訂單先，之後返嚟拎，唔使等到腳軟啦。Day 1食到瞓唔切，鍾意就 like 同 follow 我啦。Day 2澳門之旅即將上線，唔好走寶啊！